那蛋糕好古典哦，那好复古、哦，圆拱形的，真的然后长得这样绿绿的，超美。那有 culture， 然后又有 history， 很特别哎。哦，哎，我跟你讲，还有一个很特别，马来，有一间 cake shop， 超棒。哇，你看这个吊钟啊，这个超漂亮的，像古董哦。哦，真的有点像古董。哎，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古迹的？我给它当好，还有个欧足该T图，有看到吗？哎，我有看到，有杂志评为是全球最美的购物中心，100分。OK，very good。你看看，哇，好美哦！走走走，来去吃 cake。刚好在给弄搞的呢。你看，它连装潢都好有特色哦。当空有个菜色嘞，无玻璃，真的，你不觉得啊？每一个地方啊，感觉都很适合当打卡亮点。怎么可以跟百货公司这么搭啊？好美哦！那个呀都吸着起了耶。这真的是古董级了。哇，天哪！这个真的是固动电梯了。有古董，轻的钱哦，又是有感觉。哎，难怪被杂志评为是全球最美的购物中心，对不对？好有味道哦。哦，可以一直这样上上下下，这样就很幸福哦。哇，你看，然後講呀嘅亂搞啊，哎呀打尾當天嘅咧，really amazing，既有草莓，又有西瓜，又有玫瑰花，那呀栗子的，還有個覆盆莓。哦，哎，我覺得兩個都好特別，而且超級繽紛的。我想先吃了。The cake tastes really amazing. Sorry 呀，我就吃啦。你那一块我好想吃哦。玫瑰花跟容易懂对，虫我也啊。觉得好难下手哦，我都不知道从哪边吃哎。呀打尾嘅亂搞，有咪懂片片。真的很不賴哎。 The cake tastes really amazing. 好好吃哦啊！呀打尾嘅亂搞，有咪懂片片。 The cake tastes really amazing.